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气来咧》，我係 Rita 牛天。喺今半年節目，我邀請大家喺節目當中都做得聽通一下半年身體有啲律動嘅感覺哦。今日喺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看下出名認識新竹，透過乜嘅方式呢？有音樂、有舞蹈、有戲劇嘅方式。呢度節目當中係一隻舞蹈劇場，按到初二天，到底咧按照嘅名有乜嘅故事呢？記得其實養生咧差唔多4年嘅時間，咪係當後生嘅咧，集中營團長，韓國舞蹈嘅咧編舞家，韓國舞者，唔過記得是係唱社練功嘅哦。你好好分享記得，讓你談記得嘅故事。首先來分享初二天嘅團長以前。大家好，我是曹雨田舞蹈劇場的團長暨製作人王宇靜。大家好。哇，分享團長當後生嘅團長哦，嗬。接下來分享了解佢係舞者，來分享愛線。大家好，我是曹雨田舞蹈劇場的舞者周愛璇，很開心來到這裡。分享你。接下來分享佢咪係舞者，同時佢咪係編舞家，來分享經驗。大家好，我是曹雨田的駐團編舞跟舞者，很開心能和大家相見。哇，你都擅長湊強下，像一家新嘅了偶像團體強樣。你嘅夢你，你時下都係新中人，我們都是新竹人呢，所以十分的親切哈。剛才一開場 Rita 又講到，你們是一個很新的團體，成立大概4年的時間，可是其實你們有很深厚的底蘊。前面有一個帶路者，其實是超過40年的，對不對？對。你係先來繞場團長同你介紹一下。我們曹雨田舞蹈劇場，它是其實緣起於我媽媽她創辦的新蕾舞團。那我媽媽她是王玉英教授，那她是一個非常資深的新竹在地的舞蹈教育家。那她在1978年的時候創辦了新蕾舞團。那我們把曹雨田會想要創作這個多成立這個團，就是因為其實有非常非常多他從1978年開始就培育出來的很多的舞蹈人才，不管是教學上還是創作或者是表演。那後來我從美國回來之後，我這邊就是也遇到了很多舞蹈同好，然後他們有一批青年舞者，那我們就想要創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團隊，讓新竹慢慢的可以有一個職業的舞團。然後我們也希望它是傳承媽媽的一個教育理念，然後我們可以繼續的把它的一些精神然後走下去。所以我們在命名上就把新蕾的蕾，它是芭蕾的蕾，去做一個拆解，然後就變成曹雨田。對，哇，很特別，因為我談到曹雨田，我就覺得哦，這名字好有詩意哦，而且跟大自然、跟土地很有接觸的感覺，對不對？都是自然的東西。對，所以我就動貼片，因為剛才談團長講，我想3位都是新竹人，應該都在新蕾被培訓過吧？是。所以你的從小哦，通常嚴師會出高徒哈。既然3位可以在做當代的結合民族的舞蹈，小時候應該經過很嚴苛的訓練吧？有嗎？他們2位。媽媽對你沒有那麼嚴格嗎？就是沒有，她一直對我都是慈母的角色。哇。對，然後發現小孩好像沒有什麼天分，跳舞好像有點不協調啦，想把小孩自己排在中間，但是又跳不好，只好說沒有啦。後來我喜歡運動，對啊。怎麼這麼有趣啊？所以你的從小是看他跳舞，所以你們是從小就有認識了。我跟他算是比較從小認識，他又再稍微年輕一點。後來一起成為走在舞蹈的這一條路上，是然後各司其職這樣。所以後來你就承接了媽媽的這個教育理念，然後創了一個新的曹雨田。那是其實有中間發生一些轉折啦。那我其實有一段時間是被媽媽送到美國去念書。對，就是會運動，然後書念得蠻好的。哇，好棒！是沒讀舞蹈不是念舞蹈，都沒有念舞蹈的。對。反而現在回來承接媽媽的衣缽來經營就對了。對。我哋講2位老師都是念舞蹈的科系，一路從小舞蹈班到後來，聽說還在研究所，也是繼續鑽研舞蹈。對，也是舞蹈研究所。
哦，什么原因让你们一辈子就离不开舞蹈了？来，爱线你很爱主动的向前呢哈。对，你说为什么离不开？离不开舞蹈，因为非常喜欢它，觉得从小到现在，然后一路走来，那我觉得也碰到身边很多贵人，然后就是老师们也都很对我都很好，然后一直这样子上来，然后也是刚好从小，因为大王老师的关系，对，然后他一路给我们的方向跟理念，然后支持我，觉得我喜欢这个东西。你刚才讲的大王老师就是王云教授，对，他叫大王。口天，他非常你要介绍一下有气势，对不对？没有啦，因为新蕾其实当初他是眷村起家，然后他是算是大王老师，还有带着他的2个妹妹，所以另外2个妹妹是中王老师跟小王老师。哦，原来是这样。对。不过这个大王老师好像蛮符合他教学的风格。你跟大王相见的时候，你会用怎么样的状态跟老师见面？就是我们是只要看到大王老师的眼神的时候，就是会怎么样？特别的立正站好哦。是又挑舞那种很挺的姿态也很勇扮。就是我们通常，因为我们以前的教室是在3楼，然后我们都要从一个很狭窄的楼梯上去，然后上去的时候都要3楼的时候都要跟他打招呼，说大王老师好，中王老师好，我们才能够再上楼去换衣服，准备上课这样。这对小孩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对不对？就是从小就是规定。跟安永英，那经过这个学姐的这个跟你分享，该对你来讲，你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感觉？我自己是，其实我算是没有从很小就开始学跳舞，是国中，我小时候是扯铃，然后是国中的时候要升国中之后，那时候如果要继续扯呢，我就只有一个路选择，就是因为新竹没有扯铃的这条路。对，所以就只能离家。但是国中的时候，妈妈觉得如果国中就离家太小了，就是不放心。然后呢，就经过很特别是护士阿姨，就是我国小的护士阿姨介绍给中王老师在育贤舞蹈班，对，然后我才去考舞蹈班，才开始走舞蹈这条路。哇！所以你的三位其实有个通点，都是运动健将。舞蹈它就是一种身体的律动，对不对？跟李哈呢，我们曹雨田做的跟新蕾从培养孩子在民族舞蹈，其实有一个蛮大的转型。对，转型，但是我们也承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承先启后。对，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台湾的小朋友都是从民族舞蹈在坊间的舞蹈社开始学舞。那大部分都是从民族舞蹈开始学习入伍，然后慢慢的才会接触到芭蕾或者是现代即兴创作这些其他的项目。那我们其实新蕾舞团在妈妈的带领下，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还有王仁和老师就是中王老师，那他们2位其实都对于民族舞蹈有比较多的一些研究，他们也到大陆啊或者是很多地方去进行田野调查。对，那我们后来其实也是有一个缘分，然后认识了我们现在的艺术总监杨丽颖老师。对，那跟他自己也是台北民族舞团，就是他以前也是台北民族舞团的舞者，然后艺术指导。那这几年我们就是因为一个很共同的缘分，然后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认识，然后我们就一直合作到现在。那其实对于民族舞蹈的这个创作，我们一直都把它保留着。好，它一直是我们本团的一个创作的基地，然后我们希望再结合现在当代很多多元风格的身体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去做转化，这样子。哇，唐一乐是动丰富动精彩哦。今天节目当中其实要特别让大家分享哦，曹雨田哦有一个很棒的作品，按照走向影像漫游2部曲哦，都来了帝都广东嘛个，这2位
就是你们啊，男女主角的填充嘛哈，色彩动匠哦，都带记得讲卖故事，透过了戏剧舞蹈哦，带让大家认识你心中的父亲，而且这一看就是五色鸟的装扮，对不对？5种色水哈，等下倒转来之后，我们就让大家深刻的来认识竹乡印象漫游，请大家先聊一下，等下继续转到复习来嘞。看到的是竹乡人上二部曲漫游哦，也是初一天，了舞蹈剧场叫做最新的作品，我同大家分享。我想可以从再次分享三位分享，未请大家来 follow 一下。到底看到了完整的戏到哪位呢？彭总同你介绍一下好吗？好，这是我们就是2019到2020的全新作品《竹乡印象2部曲漫游》。那我们其实从去年的12月13在新竹首演，然后我们在大年初8、初9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完成台中的巡演，然后最后我们会在今年的3月28、3月29号在国家剧院实验剧场演出台北的巡演这样子。在台北的演出总共有3场，有3场哈。分享大家可以上2天院售票系统对吗？对。要跟大天发的曹雨田，爱什么款表演可以也可以，或是 follow 他们的粉丝专业哦，要按赞要 follow 哦哈。所以廖普最新的作品从2019到2020，其实才刚进入我们2020新的年度，但是你们就有这个新的作品，其实蛮厉害的。而且刚看影片，它整个在肢体啊、灯光各方面的展演，它其实是美感设计的很丰沛。对，其实这个作品我们是18年就开始筹备。那其实整个竹乡印象的系列，我们其实从2017年就开始从1部曲。就是它整个我们开始做客家文化的探索，然后还有田野调查，以及我们一直在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新竹在地人，然后对整个团，因为就是缘起于新雷嘛，那我们其实大部分团员，然后包括我自己，那我们都是在做新竹很多文化上的，甚至自然地景这些的一些探索。那其实那时候也是刚好很受到这个县市文化局的这个
看重。好，你们俩不要一直看我啊，我会紧张。我们很投入的唐一狗。就是县市文化局的这个邀请，然后他们我们就有在2016的时候就受到南加州、北加州他们那个客家同乡会的邀请，我们就有到洛杉矶跟旧金山的侨教中心去演出。然后2017年的时候也很开心受到这个可以有机会参与这个台湾客家全球的这个恳亲大会，所以我们艺术总监杨玲玲老师他也一直在针对客家的一些传统的文化，但是他用他自己的一个风格，然后去做一些比较创新的客家的身体语汇这样子。对。嘿，刚才看了样片的时间，我会有动到的好奇哦。看起来这个2部曲里面，它就是有不同的段落，对。然后不同的段落其实有一个故事哦。那当初这个剧本的发想是谁写的？也还讲它是有什么一个脉络下来的？到底竹乡印象漫游要给人家什么东西？是，它跟我们1部曲就还蛮不一样的。它是在我们一开始会先有一个文本，那我自己也是在戏剧的方面有一些想法，然后所以在文本的撰写上，我会跟艺术总监有非常密切的一个讨论。所以在整个筹备的阶段，是我们会先把这个文本写出来。那我们有别于我们1部曲，是我们透过让大家最印象深刻的这个五色鸟，好，然后它算是我们新竹蛮代表的一个文化符号，就是我们的线鸟啊，它是我们的线鸟。那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去贯穿整个漫游，也就是用这2个角色去漫游它5个段落，不管是人文还是地景，各种的一个记忆，好，它是透过他们的视角来看台湾的一些形成跟演变。对，它总共是5个段落。用讲起来，这个我们用新竹县的线鸟，因为刚刚讲舞团都是用新竹帮的人嘛，哈。然后我们这个代表性的男女主角灵魂人物是从开波当啊，也是用我们新竹县的线鸟五色鸟。有没有像是透过这个五色鸟图台盖木柱，用带我们的眼睛去感受一下黑暗用音？对。该动作呢？它有几个段落呢？对，它总共有5个段落。那风起、前行、焚烟、归属，然后漫游。那其实从前置作业就是我们先有这个文本，那我们这次是以他们2个作为主要的角色，然后去贯穿整个故事。那这次其实我跟艺术总监我们也讨论，然后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客席的编舞家，这次也邀请了古竹云老师，还有马来西亚籍的一个简志伟老师，然后还有我们自己的驻团编舞家郑燕。那这次其实我们也结合了不同的背景的舞蹈家都是当代艺术工作者。那我们也透过很多次的讨论，然后我们希望是以民族舞蹈的这个身体为创作基底，但是我们结合当代很多的风格，把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呈现出来。哇，唐艺乐是东丰富哦。该郑燕老师，你在编这个里面其中的1部曲，您是担任哪一个段落？我是第3段焚烟的编舞者。焚烟是焚烧的焚，然后炊烟袅袅的烟，是里面在讲什么故事？我的是从客家的艺名去做发想，然后焚烟的印象就是我们在焚烧金子。我的那个脑袋最初的画面是出现就是金子在焚烧在火炉里的那个画面。这样要怎么跳啊？当然是经过很多的转化，包括跟团长还有艾轩，然后还有舞团的行政，然后我们有一起到县史馆去查资料，然后因为走艺名祭的东西，所以一定跟祭典跟传统礼俗有关系。然后我也在做研究的时候也有发现，就是其实很多那个传统的文化到现在这个是现代已经被遗忘了，就是很多繁琐的细节被简化了，或者是这慢慢可能它就消失了。对，所以就在从中找出一些我可以去让我想象的运用在舞作的方面，对，然后也
自己也觉得很有趣，从创作的方面。所以我跟阿唐无论是团长啊，也是正言老师底下分享的时间，我觉得你们在编制的时候，你们非常的重视要去做填调，然后要去讨论，把它变成很符合在地，甚至能够传达出那个符号是蛮清晰的哈。你观众朋友可能这样讲。我真的好想要看看到底那个五色鸟牛扮音土人台尬，可以帮我们秀一段吗？我们掌声欢迎男女主角，会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诠释五色鸟？你们现在是鸟哦，你们现在是鸟。我来示范一小段，就是鸟的头跟姿态。它是雄鸟，这是雄鸟，那雌鸟会不一样，对不对？雌鸟可能就是比较多柔美的部分，可以看一下吗？头一样这样，然后跟它是有互动的，就是我们两个从五色鸟之恋开始，我们两个是一个初恋的状态。那回到第2部曲的时候，我们两个算是比翼双飞的感觉，就是两个都是一起飞。对。所以在整出剧里面，你们都是一起互动的样子，就是稳定交往中的状态。对。第1部曲是初恋。好，唐喜咧，我非常的生气哈。等下到在节目当中繼續來看，到底用扮演嚟劇情韓國當生氣嘅互動哦，你下繼續進入福喜來咧。片段呢是曹雨天记得去孟加拉走演出的片段哦，哇，看到了五色鸟，记得有服装紧紧飞上的这样很华丽、很缤纷哦。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片段，也代表着你们真的是走出去到世界上很多的地方，什么？呀，团长带着他们一起飞啊。嗯，对。嗯。那像国内国外这样的演出，这一次你们在孟加拉的演出，好像留下蛮深刻的印象，是不是？是因为他们当地媒体，就是不管是新闻的，还是网站上的报道，其实还蛮多的。对，我们这次也是因为我北医大的那个王云佑教授，他蛮欣赏我们这次在《竹乡印象1部曲》的作品，然后他也推荐我们到这个世界 WDA 的这个世界舞蹈联盟，然后连接了这一次的这个去参加孟加拉国际舞蹈节这个活动。哦，你们用这个中华的文化跟这个印度那边的文化，好像有做一个很大的交流啊。他们看到是不是应该会说哇，好特别哦？对，真的就是其实一直都浸淫在这个惊呼声中。对，然后我们艺术总监也带着2位做了一个民族舞蹈，台湾民族舞蹈的一个工作坊。对，然后他们其实参加的还蛮踊跃的，所以我们就是把一些声韵的或者是民族舞蹈一些比较基本的跟他们去做一个分享，是蛮好的，蛮开心的一次经验。所以做国际的交流真的是眼界会被拓展哦，不论是接受者或者是我们自己去表演，你们也是接触当地的文化嘛？对。
哦，该底棍女呢？我觉得你们在新竹扎根的部分，我觉得真是蛮用心。因为你哈，你的又现在几周除了又买票本台加来看，你们在新竹在地去很多比较偏远的学校。你们去做那边的教学也好，去做表演也好啊。目前做了几场了？目前从2019到现在是26场。对，我就带着这2只五色鸟，就是一起跟我飞向偏乡。但是我们是开着艺术列车啦，对，我们开着艺术列车，然后到新竹非常多，因为横山乡、五峰乡、尖石啊，然后包括主持人您刚提到的竹中国小，您的母校，我们都有到很多学校去，而且都是用他们儿童朝会的时间，所以他们都要6点起来准备。哇，对，然后就跟他们去做示范展演，或者是舞蹈知识性的分享，还有就是工作坊这样子。因为其实舞蹈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有心，你都可以来跳啊。我们就姑且不说去跳猴也还猴，但你们在呈现给观众看的时候，大人跟小孩的反应会不会有很大的不一样？其实都会有不一样啊，是会不一样。我们接受到的回馈蛮多元的，但是真的都还蛮感谢大家的，还有舞蹈先进们给我们一些很多都是很正面的鼓励，对，然后很多就是有些讲得太夸张，我就不好意思说了。那你就说吧。意见回馈有的真的夸的我都不好意思。没有世界顶尖台湾第一安的意思。所以这样子台大动肯定的也让你们很有信心，继续有很多新的作品，对不对？对。所以您刚刚说新竹要有一个在地很专业的舞团，而且是可能是否成人的，不只是培训小小的幼苗婷婷哈。对。所以曹雨田算是在地生跟义勇性嘛，你们现在开始很卖力的往前走哦。一切夯斗进大概4年的时间哦，有没有觉得很想要突破，或者是曾经差一点卡关的地方？有没有艰辛的时候？因为刚刚说大家的鼓励都太好了，嘿吗？可是一定会有很辛苦的啊。郑燕老师在编舞，有蛮困难吗？有，我觉得就是我在舞团有担任舞者，也有担任编舞者，就是在这2种身份切换吗？对，排练的时候可能一个大跳出去玩，然后喘一下，我又要回头赶快看我的舞作，然后舞者发生什么事，然后整个状况看完，然后又要再赶快又要出去了，又要出场了，这样子就是在心里会要一直做转换，这样子。一心要2用。对，可能要3、4、5、6用。哇，所以可是这样会让你觉得没有办法胜任吗？还是什么？我觉得是因为自己是喜欢的，所以就是假如真的有卡关或是撞墙，就是深呼吸吐气一下，就是其实因为自己爱，所以就是一样要往前，还是可以是超雷。跟目前我们的舞蹈剧场现在有没有遇到什么你觉得终于突破的，还是即将要突破的？艾轩，你有没有？目前都没有任何困难，很多困难啊，其实很多困难啊，真的是，其实真的要在台湾做舞蹈艺术，或者是我相信任何不管其他艺术都是还蛮困难的。然后很多的资源我们需要去整合，然后怎么样让大家可以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表演者，我是可以很专业，然后我可以很专注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因为还是资源不够的关系，所以我们大家真的必须有的时候还是要身兼多职，所以有的还要从事教学的工作，好，然后或者是其他行政事务也要协助，啊，甚至演完结束之后，我们还要协助拆台，各种很多。还有我们也会，当然我觉得也遇到很多贵人，就是我们在跟我们技术团队合作上面，真的都是合作到业界非常专业的团队，那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克服各种突如其来的一些困难，这样子。好，那意思是讲呢，大家就是支持让票房给它冲高是冲嘞哈。对。所以在里面呢，男女主角的互动是很多的。特别在这一出戏，听说你们的体力已经达到一个负荷的极限了，嘿不？
是比起一部曲的话，我们这次是串联整个5幕的角色，所以在每一幕我们都有要表现的地方，特别是在第1幕跟第5幕，就是有我们2个是担任比较主要的角色，然后不讲双人舞技巧的话，就是光体力的部分，我们2个就已经要比起1部曲的话，要再多很多的。其实这整出对全体舞者来讲，总共14位，他们要撑完整个70分钟，而且我们是无中场休息的演出。对，那他们其实每一段落，各个编舞者又有给他们赋予不同的身体风格，所以他们其实对全团来讲都是蛮辛苦的。哇，对，而且听说郑燕还要扛艾轩哈，还要给卡起来哈，所以他变胖，他就会。还有这5段，我们每一幕要表现的情感，这也是。所以那个情绪要透过这个舞步，要把它呈现出来，就是要很细腻，就对了。哇，东区台讲到哎用音台架实实。让你的票卖起来哈，3年28、29、3冲哦哈。而且你哋2位们为观众谋福利，请3位老师们推荐一个舞团不能抬架走得人影先。来，我想这个好，谁先？团长先啊，我先推荐吗？那我就先推荐我们台湾的好了，布拉瑞扬舞团。哦，布拉瑞扬舞团现在在台东那边，在2018年得台新艺术奖。对，我觉得是。真的还蛮棒的一个原住民的舞团，然后又很当代。哦，好，推荐台下走一看一下。那艾轩呢？那我推荐国外的舞团，NDT， 英文字对 NDT 荷兰舞蹈剧场。哦，荷兰舞蹈剧场，听起来就很特别哦。走得一看一下。对，它是现代舞的风格哦。剧场。该郑燕老师呢？我推荐的也是台湾的舞团，就是 B Dance， 就是成舞制作，就是也是有融入很多新的元素的一个舞团。哇，本台家一看，刚好3位线上讲的都是有在地的元素，又做了很多突破，很多现代当代的东西。推荐本台家，当然今梦一新梦3位线上要再次的推荐《竹乡印象漫游》本台家人影视，再次新梦。非常感謝所有朋友嚟收看今半日嘅福氣來嚟，等家下聽聽先生嚟做運動啊，嚟健康嘅聲音哦，你講嚟了，拜拜。